喺香港提到壽司郎幾乎冇人不知。對於好多香港打工仔嚟講，壽司郎唔單止係一間餐廳，佢代表咗一種平靚正嘅生活方式。喺呢個物價高昂嘅城市，可以用相對低廉嘅價錢食到品質穩定嘅日本壽司，係一種難得嘅治癒。然而，最近爆發嘅一則新聞，卻令呢份信任蒙上咗一層厚厚嘅陰影。每日清晨，羅湖口岸附近就會出現一群特殊嘅水貨客，同過去大家熟知嘅走私電子產品或者奶粉唔同。呢一次，佢哋手中搬運嘅係未經檢疫嘅生鮮食品。呢支隊伍嘅主力軍多數係長者，佢哋每人只係攜帶少量貨物，以此混跡喺過關嘅人流之中，試圖避開海關同檢疫人員嘅視線。呢啲貨物過咗口岸之後，並冇進入正規嘅冷鏈運輸車，而係被塞入咗一架架普通嘅的士。據的士司機爆料，呢啲貨物咧通常包裝簡陋，甚至會滲出腥臭嘅液體，整濕後備箱同座位。呢啲載滿生鮮嘅的士最終匯聚到咗粉嶺一個露天停車場。呢度咧就係走私鏈條嘅中轉站。調查鏡頭記錄低咗令人作嘔嘅一幕。收貨人員操住福建口音，喺毫無遮擋、塵土飛揚嘅露天環境下，直接拆開呢啲啱啱經歷完長途跋涉嘅包裹。箱入邊裝滿咗福建特產，好似蠔仔、菱子、五香卷等，甚至係各種海鮮。工人們熟練咁將呢啲食品重新分裝，往發泡膠箱入邊加水鋪冰。呢啲所謂嘅保鮮措施咧，完全係喺非無菌、非控溫嘅常溫環境下進行。而喺呢啲堆積如山嘅貨物之中，最刺痛香港市民神經嘅係一啲刻然貼住壽司郎標籤同店鋪地址嘅包裝箱。呢個發現直接引爆咗輿論。唔通我哋平日排隊幾個鐘食到嘅壽司，竟然係咁樣運入嚟嘅？根據調查，呢批海鮮由內地攞貨，經過口岸人工搬運，再到的士運輸，最後喺粉嶺分裝，整個過程長達5至6個鐘。喺呢段時間入邊咧，生鮮食品完全脫離咗冷鏈環境，暴露喺常溫甚至高溫之下。對於極易滋生細菌嘅海鮮嚟講，呢個簡直係致命嘅。更有甚者，呢啲貨物隨後嘅去向成謎。調查顯示，部分貨物被運往街邊小店，有啲進入普通家庭。而嗰啲貼住壽司郎標籤嘅箱，其指向性實在太過明顯，令人不得不產生聯想。面對呢個突如其來嘅指控，壽司郎嘅反應非常迅速。壽司郎香港方面火速發布嚴正聲明，核心觀點有3：第一，壽司郎所有食材均通過指定供應商進行採購同運輸，流程嚴格符合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嘅規定。第二，被媒體影到嘅嗰啲水貨客同分裝人員，絕非壽司郎嘅員工，同公司毫無關係。第三，至於嗰啲印有壽司郎標籤嘅箱，官方推測可能係被不法分子執咗廢棄包裝箱之後進行重複利用。壽司郎甚至強調其招牌嘅斑點、龜等食材都係合法清關、經過檢驗檢疫嘅，並表示將保留法律追究嘅權利。雖然官方聲明言之鑿鑿，但喺有圖有真相嘅媒體報道面前，市民嘅疑慮並未完全消除。首先，廢棄箱被執走呢個理由雖然喺邏輯上成立，但在實際操作中，如此大量統一嘅帶有品牌標識嘅箱被走私集團利用，本身就暴露咗品牌喺廢棄物管理上嘅漏洞。其次，即便壽司郎本身係清白嘅，呢種事件亦揭露咗香港餐飲業供應鏈中可能存在嘅灰色地帶。喺成本控制嘅壓力下，會唔會有個別門店、個別員工為咗私利或者業績，私自接納呢種低成本嘅水貨食材？呢個喺過往嘅餐飲行業案例中並非冇先例。呢場風波目前成咗一樁懸案，一邊係觸目驚心嘅走私現場，一邊係大品牌嘅信譽背書。但無論真相如何咧，對於消費者嚟講，心理上嘅隔閡已經發生。大家開始反思，我哋食入嘴入邊嘅每一口食物真係安全嗎？
壽司郎自2019年進駐香港以嚟，迅速成為現象級嘅餐飲品牌。喺嗰個時期，香港正經歷經濟波動同疫情衝擊，高端餐飲消費疲軟。壽司郎憑藉12蚊一碟嘅超低門檻，以及相對於同價位競爭對手更高嘅品質，精準擊中咗香港人嘅痛點。喺香港食一餐正宗嘅日料，喐啲就要每人2-3千港幣，而普通嘅回轉壽司又往往被詬病食材唔新鮮。壽司郎填補咗中間嘅巨大空白，佢提供咗一種體面、乾淨明亮嘅環境，自動化嘅送餐系統，源源不斷嘅新品，令人均消費100朵港幣嘅體驗，有咗物超所值嘅錯覺。唔單止喺香港，壽司郎喺內地亦係瘋狂擴張，排隊成風。呢種商業模式嘅核心在於高周轉、低毛利。為咗維持低價，同時保證利潤，企業必須喺供應鏈管理同成本控制上做到極致。呢個正正係公眾擔心嘅根源。當一間企業瘋狂追求擴張速度同成本壓縮時，食品安全係咪仲可以保證？所謂嘅走私海鮮，本質上就係為咗逃避關稅同檢疫成本。如果1公斤海鮮通過走私可以慳返幾十蚊，對於每日消耗量巨大嘅連鎖餐廳嚟講，呢個就係一筆巨額嘅隱形利潤。雖然壽司郎官方否認咗，但呢種利益驅動嘅邏輯喺餐飲界係客觀存在嘅。呢次事件最可怕嘅地方在於，佢挑戰咗香港人對於日本品牌等於嚴謹安全嘅固有認知。如果連壽司郎咁樣嘅大型日企都可能捲入走私，咁街邊嗰啲小店又點樣令人放心？為咗更深刻地理解點解走私海鮮喺常溫下暴露5到6個鐘係一件極其危險嘅事，我哋不妨回顧一下香港近年發生嘅另一宗嚴重嘅食品安全事故——越南發包集體食物中毒事件。呢宗事件雖然唔涉及走私，但其核心問題同壽司郎走私疑雲中嘅風險點如出一轍。喺2023年夏季，位於尖沙咀嘅一間知名越南餐廳喺呢個夏天引發咗大規模嘅食物中毒風波。短短幾日內，衛生防護中心接獲咗數百宗個案，最終受影響人數超過500人。呢啲受害者喺食用咗該店嘅越南發包後，紛紛出現咗腹痛、腹瀉、發燒、嘔吐等典型腸胃炎症狀，部分嚴重者甚至需要住院治療。罪魁禍首被鎖定為製作發包所使用嘅乾醬同蛋黃醬，以及製作過程中被污染嘅燒味肉類。化驗結果顯示，樣本中含有大量嘅沙門氏菌。沙門氏菌係一種喺常溫下繁殖速度極快嘅細菌。越南發包嘅麵包係熱嘅，但入邊嘅配料好似乾醬、醃菜、蛋黃醬通常係冷食或者室溫存放。涉事餐廳喺處理呢啲高風險食材時，出現咗嚴重嘅溫度控制失誤。嗰批喺粉嶺停車場露天分裝嘅海鮮，面臨住比越南發包更嚴峻嘅考驗。海鮮比熟肉或者醬料更容易攜帶致病菌，特別係副溶血性弧菌，呢個係海鮮中最常見嘅致病菌。走私海鮮喺羅湖過關、的士運輸、露天分裝嘅過程中，完全脫離咗冷鏈。所謂嘅加冰喺香港炎熱嘅天氣同長時間嘅運輸面前，根本無法保證食材中心溫度維持喺安全線以內。5到6個鐘嘅常溫暴露足以令原本少量嘅細菌呈指數級繁殖，產生足以致病嘅毒素。而嗰啲未經檢疫喺露天污糟環境下處理嘅走私海鮮，一旦流入市場，其潛在嘅破壞力可能比沙門氏菌更可怕，甚至可能引發霍亂或者甲型肝炎。呢個亦係點解當見到壽司郎商出現喺走私現場嘅時候，香港市民會咁憤怒同恐慌。壽司郎嘅走私疑雲，無論最終調查結果如何，都已經為香港嘅餐飲業敲響咗警鐘。佢揭示咗喺消費降級、追求極致性價比嘅時代背景下，食品安全防線可能面臨嘅崩潰。對於消費者嚟講，我哋見到嘅只係呈上餐台嗰一碟精美嘅壽司，
卻無法見到佢背後嘅漫長旅程。任何一個環節嘅甩轆都會由消費者嘅健康嚟買單。香港嘅海關同食環署雖然把關嚴格，但喺巨大嘅利益誘惑下，走私行為依然屢禁不絕。好似呢次曝光嘅螞蟻搬家式走私，利用長者攜帶少量物品過關，執法難度極大。喺一個高度依賴進口食品嘅城市，食品安全係我哋最後嘅底線。無論係日式回轉壽司嘅傳送帶，定係街頭小店嘅發包櫃台，每一處細節都關乎性命。我哋真係唔想喺享受美食嘅時候，仲要提心吊膽咁猜測呢塊魚生到底係喺冷鏈車入邊度過嘅，定係喺的士嘅後備箱入邊桑拿過嚟嘅。